求你来引带挂领，互阮带着一个疼你的心来服侍。你嘛来引带阮的兄弟姊妹，可能搁咧路年的人，祝福因有平安有喜乐，来到你的殿来敬拜你。祝阮将今日的服侍拢交托伫你的手，使用阮，互阮成做你的荣光。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今日姊妹平安。炎热的热天，虽然互咱的身躯亚善，也搁咱袂当阻挡咱来到圣殿来敬拜上帝。咱犹原今早起主日真欢喜，咱通伫圣殿来敬拜。而落，咱来脱练圣诗201首，救主听堂的声。来吟第1节、第4节。救出听堂的声，我着欢喜来听。你好，我泪去双流血，救我做人生命。主，我来求你，我打手困你，将你所留的宝血，随我罪恶前去。第4节，求主叫我警醒，我着祈祷无停，着行人来受主的戒，直到进入天庭。主，我来求你，我打手困你，将你所留的宝血，随我罪恶前去。咱过来看一首481首，脱出罪恶黑暗的交界。咱们吟第1节、第3节、第4节。脱出罪恶黑暗的交界，主我求你，主我求你，日的光明的出有徛在，求主我来求你，肉体必听你使我勇敢，心心能将你使我活命，脱离我罪加性的力量，救主我来救你。第3节，放下自尊骄傲的心志，主我求你，主我求你，叹你起心切去谦卑，救主我来求你，所有着放去你的听堂，我是抓把你帮我稳当，亲像钱啊顺转甲你当，救主我来求你。第4节，太阳魔鬼时时的关系，主我求你，主我求你，今日白头的阳光无退，救主我来求你，闪避行行灭无的寒气，日日有条通平安徛起。
向好记你的欢喜，求主我来救你。请咱闭眼心来礼拜。耶和华赏赐我一切大恩，我要用什么报答伊？我要捧起救恩的杯，求叫耶和华的名。我要伫伊众百姓的面前，对耶和华谢我的愿。信诗201首，救主听叹的声，会众请起立吟诗。To
请咱永远起来，咱用新的界面来讲读，请。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，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主边，亲像家己。只论了解是全有法甲先知的总源头。我的新的界面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三恁。恁也着安尼三听，恁若三听，竟然袂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即摆来交读启应文，启应文第9篇，启应文第9篇。我来刻，恁来应。假是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遮空的。这人有福气。耶和华无算伊有罪，伊的心无奸诈的。这人有福气。我真正的时，我的骨头孤单。因为我通日大声喊。我对你摆列我的罪过。无隐瞒我的罪恶。我讲，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。你就赦免我犯法的罪。因为安尼，敬若虔诚的人，伫通找着你的时，就祈祷你。大水泛滥的时，的确无到伊遐。你是我闪避的所在。你要庇佑我脱离艰苦。你要用得救的我性命为我。我要教示你，指示你应该行的路。我要注目看你，来劝诫你。毋通亲像马如因无知识，就因马甲腔，马勒索约束你。若无因就袂麻烦你。歹人受侪苦难。独独我靠耶和华的人，要有慈爱，性命为伊。恁义人啊，就因耶和华来欢喜快乐。心正直的人啊，恁着出欢喜的声。做伙来祈祷。创造天地的主宰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感谢你引带阮到你的面前，诚做你的囝儿。主啊，伫阮性命的中间，阮会拄着侪试探，这个试探会互阮甲你的关系变正疏远，互阮袂记阮是主你的囝儿，阮一切拢是主你互阮的。想事的是上帝，提起的嘛是上帝。今仔日的经文，互阮知。参孙的出世是上帝的听，甲拯救的计划。上帝赏赐伊有力量，互伊成做大能的勇士。为着要听伊拯救以色列人，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但是伊探轻那些利人的身份，甲上帝互伊的地位文书，看做理所当然。直到互上帝的力量离开伊。主啊，求你保守阮的心。赐予咱智慧甲能力，伫拄着人生的试探的时，将上帝的话藏伫心内，坚定信仰。特别即几年，因为 COVID-19 疫情带来惊吓不安、生活不便，隔断人甲上帝的距离，对原本的梦想、计划、使命拢受到影响，失去向前的力量。求主为阮开路。互阮战赢任何试探的黑暗关系，我一生拢要跟对你，因为主是唯一的上帝。求主永远甲阮伫地，过一摆感谢主，赐予咱平安、喜乐甲健康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。阿门。好咯，咱请圣歌队，因要唱的诗歌是《来求近我》。
来主君我，来伫我的安慰平安。来主君我，我要扶持恁，来主君我。圣经今日上帝的话记伫士师记16章15节到22节，伫周报的后壁面。我来读，但你若甲伊讲，你的心无连伫我，怎样讲你听我？你已经骗我3摆，无甲我讲。你的气力在伫倒落？但你若日日因为喙伊逼伊，得到伊的心，油门到要死，就将伊的心底所藏的拢报伊，甲伊讲，因毋捌有剃头刀到我的头壳，因为我对母胎就归上帝做，哪生二人，若甲我剃起来，我的气力就离开我。我就软弱，亲像别人。但你若看见伊将身体所藏的拢甲伊讲，就找人叫非利士人的首领，甲因讲，请恁即摆阁上来，因为伊已经将身体所藏的拢甲我讲。非利士人的首领就去富人遐，迄个文带伫手里，伊就互参孙困伫伊的骹头躯。叫一人来替伊刺骨的头毛，对安尼困苦伊，伊的气力就离开伊。伊讲：参孙啊，非利士人来要掠你。参孙困就醒，醒来讲：我要亲像前几若摆家己滚开，总是因毋知耶和华已经离开伊。非利士人掠伊的目睭，带伊到加萨，用当链绑伊。伊就伫家里话无，若是伊的头毛受剃了后，阁渐渐长起来。上帝话读到遮，正道咱请许夏斌牧师，伊的题目是参孙的秘密。兄弟姊妹平安，真欢喜咱透早会当做伙来学罗咱的上帝，敬拜咱的上帝。不免俗的啦吼，嘛是爱讲一下吼，我们建成啊，我们有爱吼。啊，咱建成毋但有爱啊尔啦吼，我嘛知影咱建成吼，嘛有足厉害的乐团吼。有一摆吼，咱建成的乐团吼，就到阮永庆教会来服侍。迄摆服侍吼，恁大家见证，逐条歌的创作，拢互阮心内面吼，拢真欢喜嘛，足感动的。我嘛知影，咱建成教会吼，毋但有建成乐团吼，拄则听咱的诗班在练习的时阵，哇！我伫后壁吼，听到吼目屎拢流出来安尼，我的心吼拢梦丝丝安尼。我感觉吼，咱的建成教会好参像，是咱长老教会的维也纳共款吼，好参像是音乐之都。甲边仔的人讲，咱是维也纳哦，甲讲一下。爱互相鼓励一下啦，因为这事实真正是安尼。另外吼，我若是无安尼讲吼，我可能后摆嘛无法度过来啊。哦，为着阁有机会吼，所以吼，今仔日吼，咱看这个士师记吼，在讲参孙，要来讲参孙的一个秘密吼。我伫遮 PPT 吼，我小慢慢啊跳一下，我家己跳到咱的题目这个所在吼，咱看到吼。参孙的秘密，参孙有一个秘密，是一个袂当互非利士人知影的秘密。参孙的这个秘密吼，袂当互人知影，因为当这个充满气力的秘密，互人知影了后，就会有机会互对敌掠到伊的弱点。若是掠到这个弱点吼，参孙伊就会失去伊的气力，互对敌来毁灭。今仔日的经文，咱看到，咱知影参孙伊的秘密，互人知影。伊果然失去了伊的气力，伊果然互非利士人去甲伊掠起来。乌
乌伊的目睭，互当然拔起来，嘛，互人会掠去假呢，影响参孙伊一生的即个秘密，毋是伊的溃烂，影响参孙伊一生的秘密是伊的无知，因为伊的无知，伊失去了伊的溃烂，因为伊的无知，伊活伫咧迄个情欲罪恶的内面，因为伊的无知，伊对上帝的计划的内面拗夺出去啊！兄弟姊妹，有一届我伫一个文章的顶面看到，伊伫即个文章伫讲啥？讲无知即件代志，伊就讲无知有分四种。伊讲无知有分四种，伊讲头一种的无知叫做啥？叫做正常的无知。即个正常的无知是啥物意思？即个正常的无知，伊的意思讲就是我毋知影一寡啥物代志。即个意思是啥呢？即种的无知通常就是讲咱人啦，可能伫某一方面的知识、某一方面的领域，咱毋知影迄款物件。所以即种的无知较有害、较中性，因为每一个人，咱可能拢有一寡物件咱毋知影。有个人学修理车的，伊可能就毋知影迄商业的代志要安怎处理。像我是较早是做银行的，我大概要去修理车吼。我驶去互师傅修理，我就讲啊，倒位有问题，伊就甲我讲，遮有问题，遐有问题，遐有问题。其实我拢听无，因为迄毋是我熟悉的领域。所以即种的无知是正常版的无知。若是即种人伊知影家己毋知影啥，伊阁愿意去学习，即种人嘛袂去影响到别人。伊讲阁有第二种的无知，第二种的无知是啥？搁进一步的无知，即种的无知是啥呢？即种的无知是讲，我毋知影啥物物件。即种人伊就讲，即种的人就，互人较头疼因为即种人，伊无迄方面的知识，甚至是无迄方面的尝试，伊完全讲毋知影，伊毋知啦。伊讲即种人伊定定拢真自在。活伫家己的世界的内面，即种人看起来敢若无啥物伤害，但是嘛因为因无迄个自觉，所以因定定嘛互别人添麻烦呐。伊嘛定定即种人讲起来较好听是足自然的啦，足古锥啊，戆戆的安尼但是讲较歹听若是因情形较歹的时阵，人会感觉讲即种人小可白目阁有第三种第三种是啥？第三种即个文章讲，阁有一种无知是高级、较高级的无知即种无知是安怎呢？伊讲即种人是，我无认为我会毋知影啥物物件咧。伊讲即种无知通常伊就是自我的感觉足好的啦。伊就感觉家己足好诶，足牛诶，即摆有一个名词叫做同温层啊，伊就是拢活伫即种同温层诶内面。即种人伊讲话可能嘛真牛真有小可知识，真牛讲话，可能有诶时阵讲话嘛足呛诶迄个攻击性足强诶。定定拢会共呛声啦无就是人讲一句话就毋是安尼，毋是安尼，我甲你讲应该是安怎？即种人拄着可能讲话较牛的人知识比伊搁较牛的人，伊就可能会起避面。即种人对于甲别人的观点、想法甲伊无共的时阵，伊拢会较无礼貌。即种人就较歹斗阵，伊就讲即种是较高级的无知。第四种是倒一款的？第四种的人，伊是叫做是终极版的无知啦，就是意思是足厉害，足厉害。即种人是安怎呢？即种人是我知影，我毋知影啥物物件，但是我无要紧，凊彩啦，拢会当啦。就台语叫啥？结皮皮啦，就结皮皮即种人伊
文章安尼讲，伊就是无迄种羞耻心啦吼。啊，你讲伊无知，你嘛会当讲是伊足敖啊，使人卖弄家己的无知啊，甚至伊吼嘛会去操弄别人吼，会去掠去。华语讲带风向啦吼，有一种就讲带风向啦。啊，伊就是看到什么人就讲什么话。华语讲什么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安尼。哦，伊就是拢爱乱讲话，啊，佫足有个性的安尼吼。啊，逐工拢安尼啊，安尼笑来笑去。我感觉这敢若是我呢。我讲到种嬉皮笑脸的安尼吼，我就讲，伊就讲哦，这种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啦。哦，天下吼愈乱吼，伊愈有迄种打混摸鱼的空间。敢若真正是我是啥？我去咱紧跳过。我要安尼讲啦，我要安尼讲。其实哦，无知哦，我要安尼讲。其实咱每一个人，无一个人是完全的人。咱无一个人是啥物拢知影啊。咱每一个人加减拢有咱毋知影的所在。所以我要讲，无知其实毋是一个见效的代志。无知嘛毋是一个歹事，但是这代表啥呢？这代表咱阁有成长的空间，咱阁有一个会当进步的空间。问题来啊，问题是，咱知影咱拢有无知的所在，但是咱敢有愿意要阁较进步咧？咱敢阁有愿意要互咱的性命，互上帝来引带、来掌管、来带领吗？咱看到其实参孙哦，伊的秘密，我要讲，这是我读圣经我的解说，我感觉。伊有三项的无知，伊的秘密就是伊的无知，伊有三项的无知。伊头一项的无知是啥呢？伊头一个无知是伊对迄个引诱，甲对迄个试探，伊无迄个自觉。伊对引诱甲对试探有伊的无知。伫圣经的内面，特别伫15章诶15节甲16节安尼讲，第26就甲伊讲，你的心。无认得我，怎样讲你听我？你已经骗我3摆啊！你无甲我讲，你的气力在伫倒落？咱看到第26伊日用话来甲伊逼伊，来催伊，直到伊的心郁闷到要死。兄弟姊妹，咱看到第26伊日用话来逼参孙，来催参孙，互伊直到伊的心。感觉足烦呢，足神呢，安尼。这个烦，这个神表示是啥？表示是参孙听到伊遮的话，感觉压力足大的，而且嘛是压力大到即要死去安尼吼。其实吼，咱看到伫经文的内面，今日伫第15节甲16节的进程，其实第26已经3解用话。来引诱参孙，兄弟姊妹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：你今日若是塞车出门，啊，你着右转，啊，你着拄着人遐咧修理路，你着只好回头对倒边才行嘛，对无？第二天，你嘛是塞车出门，搁右转，路搁在修理。你一定搁洗头嘛，就搁倒边安尼行。第三日，你搁塞车出去，右转，搁在修理路，只好回头搁倒边遐行。第4天，你塞车出门，你要对右边走啊，左边走。照你讲，你就会对左边走啊嘛，因为你头前就有经验啊，遐在修理路啊，无遐紧好啊，我乃逐工拢要安尼行。参孙就是安尼呢，伊3天拢受引诱，第4天伊继续对正边来越过。兄弟姊妹，咱看到头前3解安尼，第26安尼甲伊讲，第26伊安尼一解，搁一解，搁一解，甲参孙引诱，甲伊试探，甲讲啊，你敢用情不专呐？哦，你拢安尼，哦，安尼来，你
对我无好啦，安尼甲伊刺激安尼，咱看到参孙1摆、2摆、3摆，安尼回应第二日，咱看到伊开始一步一步一步，要甲伊性命有亏力迄个秘密，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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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二日来拍互开。兄弟姊妹，其实咱做人嘛是共款，咱做基督徒嘛是共款，逐工日日，咱拢是受到引诱，逐工日日，咱拢嘛是受到试探。做的时阵，咱的世界甲咱讲，趁钱较重要啦。逐工咱的世界甲咱讲啊，拜六礼拜去教会创啥？最近足流行露营呢，哪会无甲同事去露营一下？啊，你若是无去露营，你就无机会甲因传福音啊呢。啊，无要紧啦，拜六小组毋免参加啦，团契一届无要紧啦。哎呀，莫安尼啦，礼拜啊时班也无欠你一个啊，对无？兄弟姊妹，我要讲，其实试探、引诱、日日拢在试咱，拢在来引诱咱。伊一步一步，就是要互咱迄个罪恶来妥协。伊无爱咱阁继续来军队上帝，伊一步一步来甲咱吞食。兄弟姊妹，咱看到参孙的性命，咱要问参孙投入即个第二日的胸腔的内面，骹头倒伫伊的骹头骨的内面，安尼毋是真危险吗？安尼真正足危险的。咱哪有可能一个查甫人无代无志来倒伫一个查某人的骹头骨？咱知影安尼足危险的。但是我要讲，咱看到伫圣经的内面，即个时阵的以色列人，因嘛是安尼一直伫敬拜外邦的神，安尼嘛实在是真危险啊！敢毋是安尼？兄弟姊妹，引诱时常是要得咱的性命的，特别是伫咱的社会的内面，咱常常为着名声、为着权力、为着情欲，咱互遮的代志，互咱来引诱，互咱来受到试探，遮的名声的引诱，遮的权力的引诱，遮的情欲、私欲的引诱，会互一个伟大大有气力的人摔倒、摔落来，到一个要靠无目屎的地步。兄弟姊妹，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咱拢看到，咱的足侪的领袖，或者是可能是伫教会的牧者，也是伫教会服侍的同工，咱看到侪人拢毋知影，伫即个情欲、伫即个私欲的内面爱谨慎。可能咱感觉咱比参孙搁较好，但是最后，咱煞去到一个无法度翻身的地步。兄弟姊妹，咱需要伫引诱甲试探的内面知影，咱需要倚靠上帝。咱爱知影，咱无遐敖，咱无遐有气力，咱需要上帝。兄弟姊妹，我伫读圣经的内面，我就看到圣经内面安尼甲咱讲，圣经讲，伫约翰一书第3章第70条安尼甲咱讲，细囝毋通互人迷惑你，行义的就是义，亲像伊是义。即句经文咱拢知影，咱毋通受到人的引诱，受到人的即个试探，咱需要行义，才是上帝的囝儿。咱知影即句话足重要的，但是当咱伫面对即个引诱甲试探的时阵，咱知影无遐简单啦，要行义足困难啊啦。但是上帝的话伫头前就安尼甲咱讲，毋免烦恼，因为安怎呢？因为既若住伫伊的，就无犯罪；既若犯罪的，袂捌看见伊，也毋捌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
上帝唔叫咱爱行义，做一个义人，伊嘛将一个上简单的方法来教咱，就是咱需要住伫伊的内面。咱若是定定住伫伊的内面，咱就有迄个困难，会当来面对即个引诱甲试探。第二个，咱来看参孙，阁有一个目的。参孙毋若有一个对引诱试探的目的，参孙伊嘛有对家己身份无了解的目的。咱看到参孙伫17章伫17节，遮咱就看到吼，参孙安怎讲？伊讲参孙伊就将伊心底所藏的，拢报互大日来了解。伊甲伊讲，因毋捌有剃头刀剃我的头壳。因为我对母胎就归上帝做拿细耳人，若是甲我的头毛剃起来，我的气力就离开我，我就软弱，亲像别人共款。兄弟姊妹，咱看到参孙伫即个所在，将伊心内所藏的、所藏的，拢讲出来啊！伊讲啥呢？伊讲我对母胎就归上帝。我一伫老母的腹肚内面，我就归伫上帝做拿细耳人。兄弟姊妹，咱看到参孙其实伊的性命、伊的身份有两个身份。头一个身份是啥？头一个身份就是伊是拿细耳人啦。拿细耳人，上帝对即个要求，做拿细耳人有啥物要求？头一个要求就是你袂当啉烧酒，你袂当啉烧酒，因为咱知影烧酒若啉多，人会戆戆，会做歹代志。第二个是啥？拿细耳人，伊毋若袂使啉烧酒，上帝讲你嘛袂使剃头毛，你嘛袂使剃头毛。阁有一个是啥？你袂当去用你的手去抹遐垃圾的物啊，特别是遐的死尸。咱看到这三项拿细耳人的要求，参孙其实敢若有遵守一项，就是无剃头毛安尔。咱看到参孙伊违背拿细耳人的即个约束，伊敢若剩即个头毛也袂去剃头毛安尔。咱看到参孙伊就认为，当伊的头毛离开伊的时阵，伊的气力就无啊，伊的气力就离开伊啊。但是咱伫读圣经的人，咱拢知影，其实参孙的气力离开伊，毋是因为剃头毛，毋是头毛无去啊，所以伊无气力，是当伊头毛无去啊，上帝嘛离开伊啊，是上帝离开伊，得到伊无气力。兄弟姊妹，咱看到参孙伊人生的内面，伊敢若看即个拿细耳人的即个约束，敢若真忽视，伊拢无看重即个约束。咱看到伊的人生，敢若我行我素，想要做啥就做啥，想要讲啥就讲啥，想要食啥就食啥，想要甲啥物人做伙就甲啥物人做伙。兄弟姊妹，咱看到伊叫做伊安尼做，伊凊彩安尼过生活，上帝阁会甲伊帮助。咱看到伊看轻即个身份，若是你人的身份，照你讲，应该是一个上谨守家己的人。若是你人即个身份，照你讲，应该是一个上看重约束的人，上看重家己的身份，要分别做成的人。但是咱看到参孙，确实伫伊的身份的认同的内面，伊无伫。咱看到参孙因毋那是拿细耳人，伊第二个身份是啥？是士师啊！士师的身份是啥呢？士师的身份，就是一个审判的人，是一个管理的人，是一个拯救的人。这个士师这个身份，应该是一个颁布律法的人，表示讲是伊对律法应该是上了解的人。照你讲，伫迄个时代，伫咱这个时代，伊应该是法官呢，伊应该是律师吼。这个士师
伊嘛是为着有逐人有问题的代志，爱来做一个决定。毋但安尼，事事嘛是上帝所呼召的人，事事嘛是一个伫军事顶面、伫宗教顶面、伫行政顶面爱来引带兄弟姊妹的人。但是咱看到，照你讲，事事这个身份，应该是一个上会当领导家己的人，上会当审判家己的人，上会当管理家己的人。但是参孙却毋是安尼。咱看到参孙，伊今日伊告别伊的身份，伊告别伊的身份，伊讲我自出母体，我着做拿西尼人，我袂使剃我的头毛。咱看到伊的告别，咱知影其实伊应该毋是一个糊涂的人啊，伊是一个真了解，伊是受到上帝所呼召的人。但是咱读到圣经，咱无了解的是，参孙伊虽然讲伊有即个遮尔特别的身份，但是伊哪会当过了遮尔凊彩的生活？伊哪会当安尼无谨守，完全拢无在乎伊家己的呼召？兄弟姊妹，咱看到遮，咱知影做上帝的囝儿，咱若是毋知影咱家己的身份，咱若是无迄个洁身自爱的性命，咱若是无一个分别罪性的性命，咱嘛会亲像参孙共款，真做外邦人的笑亏。兄弟姊妹，咱拢需要知影咱的身份，咱需要知影咱的身份。咱若是对咱的身份无知，迄对咱的人生会是一个灾祸。咱若是对咱的身份无知，对咱的家庭、对咱的社会、对咱的教会、对咱的职场，迄会是一个灾祸。好亲像参孙共款，伊毋知影伊家己的性命的身份，互迄个时代就带来一个灾祸。好佳哉！后来上帝佫伸手来斗相共，但是上帝本来是要使用参孙的啊，但是参孙因为伊对伊身份的无知，伊就出局啊，真可惜。第三个无知，咱看到参孙的无知是啥？参孙的无知是伊对上帝的明白的无知。咱看到伫经文第20节，遮就看到，咱看到。参孙，伊就将伊的心底所藏的，拢报互大利拉伊知影。伊就甲伊讲：因毋捌有剃头刀到我的头壳，因为我对母胎就歹势，我念毋着啊！哦，我念毋着，歹势。伊讲啥呢？伊讲参孙啊，非利士人来要掠你，参孙困就醒，心内讲啥？伊讲我要亲像前几啊届。家己来滚开，总是伊毋知。兄弟姊妹才讲啥？总是伊毋知。耶和华已经离开伊啊！总是伊毋知，耶和华已经离开伊。足侪圣经的学者就讲经文即句话，讲总是耶和华已经离开伊啊！伊毋知影即个代志。伊讲学者讲这是圣经的内面上悲惨的话的其中之一。咱好好想想，咱嘛是安尼来感觉。参孙伊倚靠上帝的恩典，但是伊却是过了一个放纵的生活来回应上帝，结果互伊家己行到迄个受灭亡的道路。问题是，伫即规个过程的内面，咱看到参孙伊拢无自觉。咱发现到参孙伊失去气力的原因，是因为耶和华离开伊啊，毋是因为伊的头毛受剃掉。原来参孙的气力毋是出自伊的头毛，参孙的气力是出自上帝。头毛只是象征上帝的同在而已。头毛若是剃掉，就表示上帝已经离开伊啊。但是参孙这个时阵，阁毋知影上帝离开伊啊。兄弟姊妹，咱看到参孙的无知，
甲参孙的凊彩的即个个性，显出伊对上帝的明白无了解，伫明白上帝的即个代志，伊是无知的。兄弟姊妹，参孙对家己对应有试探的无知，参孙对家己身份认同的无知，参孙对上帝的明白的无知。我要讲，其实当咱咧读参孙的故事的时阵，我感觉上帝嘛敢若在对我讲话。伊咧讲啥？伊咧讲下边啊，参孙对应有试探无知，啊你敢毋是嘛安尼？当我咧看到参孙对于家己的身份的迄个认识，家己的身份的无知，我嘛好亲像看到上帝在对我讲：下边啊，你是啥人？你敢知影？你是我的囝儿，你敢知影？啊，你讲过了什么生活？兄弟姊妹，当我看到参孙对上帝的认识，即个明白无知，好亲像嘛是上帝，你对我讲：下边啊，你对我的明白，你敢有无知？兄弟姊妹，咱看到感谢主，因为参孙伫伊要死之前，伊搁一届开始上帝来祈祷。咱看到参孙伊咧要死之前，伊真正谦卑啊，伊嘛明白到是上帝，才是伊溃烂真正的源头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看到伊搁一届伫伊要死之前，伊将家己交托伫上帝的手。咱看到即个时阵，上帝搁一届来帮助参孙，互伊搁一届来得到拯救。虽然讲伊伫即个时阵伊嘛死啊，但是伊伫死之前，伊知影只有耶和华上帝才是伊的望。兄弟姊妹，咱拢受上帝呼召来成做伊的囝儿，咱毋若爱来享受上帝的慈爱，咱毋若爱来跟对伊，咱嘛需要搁较济来明白上帝，互咱的性命莫亲像参孙，互咱的性命像参孙的性命到落尾迄个时阵来呼求耶和华，互咱搁有活气的时阵，咱着来合适即个代志，莫活伫即个无知的内面。咱三甲压头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主，阮知影你呼召阮成做你的囝儿。阮若是过一个无上帝的生活，主，阮的性命就是行伫迄个灭亡的内面。主，阮今日看到参孙性命的秘密，求你用参孙的性命嘛来对阮来讲话，互阮知影阮的人生做的时阵，拄着引诱，拄着试探，但是阮要来倚靠你。主，做的时阵，阮伫阮的社会的内面，阮失去了阮对家己的明白。主，阮要讲，我要来到你的面前，你来祈祷，用你的眼光来看我的性命到底是啥物。主，做的时阵，阮对你的明白嘛有做的欠缺。求你引带阮，互阮定定日日来读你的话，来对你的话的内面，搁较侪来对你来明白。主，求你今日透早来引带阮，互阮知影阮需要你。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回应诗信息481首，脱出罪恶黑暗的交界，请会众请起立诗。
请坐奉献，即摆奉献时间，咱请何塞同工。请起立。请坐。公道，即马公道的时间，咱做伙来看周报，来看大道的事项。头一项，原主夫妻帮赞愿，专心服侍耶和华上帝，袂受世间的引诱来离开伊对阮的呼召。第二项，为着基体陈金子、刘慧英、陈王来、洪甘之、陈德明、刘秋敏、陈丽水、胡义梅、杜昭、陈秀龙、赖胜雄、陈义立、林以若、洪英哲、孙兆正、庄宝玉、陈昭明、刘慧忠、李碧莲、原田文子、林美金、李念之、周松吉、黄静茹、陈义君、李雅娜、潘婷依、石凯华，为着即寡人身躯的病痛来祈祷。第三项，为着7月29号到30号主日学的生活营，8月19号、20号青少年的夏令营的准备来祈祷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引传阮到你的面头前，求主继续甲阮砥砺，帮助阮行人生的路，嘛求你医治安慰阮身躯有病痛的人，互阮伫你大能的救恩会当好起来。阮即时嘛要因你教示咱的主祷文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实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你成，
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人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底传阮入离去，就救我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观音、因根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报告，做伙来看周报。教会消息，头一项。本主礼感谢许夏斌牧师带来的勉励，愿祝福和保守许牧师甲伊的家庭。咱拍波啊，感谢咱的许牧师。第二项，7月14号到24号，2位牧师安排年休返乡探亲。第三项，今仔日下晡全教会要大扫除，请各单位团契照总务部的分配，协助各区域做整理。第四项，请各团契单位，请伫7月23号将财务账册交给干事，进行年终的简账。第五项，青少年要伫8月19号到20号举办夏令营，地点在桃园青年体验学习园区，费用一律是2000元。报名表在1楼，会当索取。详情可以问团契的辅导、定信跟子瑜。团契消息头一项，7月29号到30号，主理由要举办生活营，地点在宜兰露营。第二项，9月11号到15号，台北中会松年部要秋季灵修之旅，要去日本9周5日游。详细的行程可以看公布栏，名额有限，请速向美玲会长报名。具体的消息，咱邱兆明执事的父亲邱清东弟兄，伫7月9号安息主怀，要定伫8月5号上午11点，伫台北市的第2殡仪馆景仰楼1楼至真2厅举行告别礼拜。随即要前往阳明山的花葬区安葬，稳住安慰已久。要参加的，请到柜台登记，以及预备车辆以及相关事宜。红黑明细，请咱家己来看。上营信息513首，原著束缚保护你，会上车起你。特别上帝，阮阁一摆来感谢你，你是疼，你是阮的主，你是阮的人生的光。主，求你来引带阮众兄弟姊妹，阮逐日拢伫你的内面，主啊，住伫你的内面，因为你是疼阮的上帝。主，你嘛来引带阮，伫即个热天的时阵，主，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特别是阮的长辈，主，互阮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互阮定定啉水，得到主你的引带甲恩典。主，你来帮助阮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甲圣神的相通，甲咱众兄弟姊妹相甲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
会倒必会。